Hello，又係我浩然哥哥啦。今日我想分享嘅故事就叫做海邊的小老鼠。一天，小老鼠對爸爸媽媽說：我想到海上去旅行。爸爸媽媽聽了大吃一驚，不行，外面太危險了。小老鼠說：不管前面有多大危險，我一定要去看一看大海。你們不要攔住我。爸爸媽媽說：既然這樣，那就去吧，但是路上一定要小心。第二天早晨，小老鼠出發了。它走了沒多久，一隻貓就從樹後跳出來想吃它。它雖然逃得很快，但是它一截尾巴還是給貓咬斷了。下午，小老鼠又遭到老鷹和狗的襲擊，它被咬得遍體鱗傷。它四處奔逃，差點迷失了方向。受盡驚嚇的小老鼠終於來到了大海邊。它覺得大海是那麼多的美麗迷人，先前所受的一切辛苦困難都是很值得的。我覺得小老鼠好叻啊！如果佢唔冒呢個險，就睇唔到咁大啦、咁靚嘅海㗎啦。下次見，拜拜。